大家好，我係阿成。夏天到咗啦，做餐飲業嗰啲，大家有冇處理好自己嘅貨源食物呢？阿成同大家分享下我自己嘅經驗啦。夏天有冇試過處理啲食物嘅時候變壞呢？好似叉燒咁，嗰啲豬肉嚟到鋪頭，咁你要解凍，你先可以改到一條條。咁當中夏天嘅時候，有冇留意到啲豬肉處理嘅時候有冇容易變壞呢？嗰啲豬肉嚟到解凍，通常啲人都係翻7點或者9點，咁佢翻到嚟，梗係要燒製當日嘅燒味啦。咁但係你燒完之後，就會做翻聽日嘅貨。咁到你做得嚟，都可能11、2點噶咯喎。咁到你改叉燒、改豬肉嘅時候，你會掉翻落去水池嗰度啤水。夏天嘅時候，可能烈日當空，啤入嚟嘅水咧都係好熱嘅。啤清咗啲血水啦，咁就要入翻個雪櫃嗰度聽日備用。跟住咧又到燒鵝啦。燒鵝咧本身佢嚟到貨嗰陣時咧，可能供應商係半夜嘅時候先嚟嘅。咁你朝頭早翻嚟先處理，雪櫃唔夠大，唔會話送嚟之後咧就即刻入雪櫃。喺個室溫嗰度咧，可能會擺5、6個鐘，甚至7、8個鐘以上都唔出奇。咁但係咧，你擺得耐咧，呢啲溫度加上我哋呢啲工場咁高溫咧，變咗咧你味道落去嘅時候咧，佢就容易變嘅。好多時咧做我哋呢一行，夏天嘅豬肉啊、鵝啊，甚至乳豬啊都會變壞。阿成咧就考慮到呢啲所有嘅問題，我就裝咗一個大雪房。阿成處理叉燒嘅過程咧，就係當日嚟，跟住解好凍之後咧，我就改好啤夠水，跟住阿成咧就會攞啲冰，令到佢降咗溫之後咧，再擺翻入去大雪房，保持盡快雪到去結冰。之後第2日先去醃製燒鵝，我咧就會翻到嚟即刻會處理咗佢，入好味啦，跟住咧我就會擺翻落雪房。第2日攞翻出嚟解凍，跟住咧就會上皮。上完皮之後咧，我就會即刻入翻落去個風櫃。嗰個風櫃咧就已經調校咗6至9度噶啦。咁啊，坊間可能有啲燒臘檔仲喺度室溫嗰度開把牛角扇咧，我嚟風乾嘅，咁咧就比較危險啲嘅。咁樣如果吹過嘢咧，變咗佢唔夠味，或者入邊冇醃夠醃勻嗰隻鵝就比較容易臭。做燒味咧，如果想品質好，呢啲功夫咧就唔可以懶嘅。始終咧燒味咧都係高危行業，樣嘢都唔可以馬虎，一定要細緻。點解阿成會有經驗咧？因為我喺酒店嘅時候會有化驗師咧會過嚟化驗啲食物嘅，咁所以阿成一路都係照住酒店嘅流程去做。一嚟咧，客人咧食落去個口度咧，即係我會比較放心啲。如果食變壞嘅食物咧，有啲咩事個牌都釘埋啦。二嚟阿成又唔使嘥咁多錢，變壞咗嘅食物如果抌咗浪費，咁我咪要嘥好多錢咯。夏天到啦，各位做餐飲業嘅同行，你哋大家留意下啲食物安全啦。